质子一事干系重大，望将军确保质子毛发无损，以上请托多劳费心。毛发无损，哼！夫人，咱们快到齐国了吧？快了，过了前面那道山梁就到了。可算要到了，到了齐国就好了，到了齐国就没人敢欺负咱们了。果然有伏兵。他们已经早有准备。香儿，把缰绳给我。我们怎么办？鱼死网破！鱼死网破！等等，前面好像有人过来。糜夫人，末将奉国相之命，在此等候夫人多时。夫人和公子季是秦国派到我们燕国的贵人，燕国若有怠慢之处，还望海涵。即使有意离开燕国，也该与国相打声招呼，免得双方猜疑，平偏误我。国相攀援扣马，让我传句话，望能挽留夫人一程。芈月感激国相盛情，无奈身处困境，别无选择，还望将军行个方便，让我们母子有条生路。来日芈月恩有重报。身为质子，暗中逃亡那是大罪啊！末将也是为了夫人着想。夫人要去齐国，可这边界已被大军守得密不透风。此刻飞蛾投火，不如带着公子束手就擒。田将军何苦将话说得太满？那芈月只好敬谢不敏。义渠君，看你的了。有本事放马过来！不怕妈妈的废话，不怕闪了舌头。月公主，看来只能跟他们来硬的了。这样，我带人打前阵，杀出一条路来。皇公子跟月公主的马车在中间，回，你断后，冲过去再说。是。我们是秦国质子，继而是义后的弟弟，他们对我们下手会有所顾忌，还是让我的车马冲在前头。义渠君，你来保护子燮和继儿，虎威将军断后。月儿不可，刀剑无情，他们若是伤了你，他们若伤了我，你更要保证，不能让他们伤到继儿。母亲，好了，月公主说的有道理，就按月公主说的做。我跟月公主打前阵，其他人跟在我们后面。这样不妥，就照义渠君说的做。子燮，拜托了。义渠君，月儿若是有半点差池，不用你操心。
你，香儿会儿，你们怕不怕？夫人不怕，我自然不怕。怎么样？果然是我的女人。谁是你的女人？今日不是，以后一定是。大王不好，又有追兵来了！追上了，追上了！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，已经追上了。太好了，你来了，看你还能往哪儿跑？好了，这下连退路都没了。义渠君，后不后悔跟我趟这趟浑水？为了你，我死而无憾。叫你大公主，还是叫我大公主吧。还不赶紧下马，拜见大公主！以后，侄儿拜见大姐姐。都是一家人，没有那么多礼数。主人皇歇拜见以后。皇公子人中龙凤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快起来！微臣拜见义后。国相免礼。臣有罪，罪不可恕。幸亏你昨日连夜派人送信，让我知晓内情，难得国相费心。李夫人福慧双修啊，虽然遇险，却大难不死，否则郭某百死莫赎啊！快起来吧。米夫人容谅，老夫来晚了。老夫及身边人对贵人多有怠慢，实该肉袒夫妇，向夫人请罪啊！米夫人打算离开燕国，但你与义后多年不见，必要共话旧情。不如随老夫暂回边城驿站住上一夜，
明日议后，略备薄酒，与夫人叙旧，然后再走不迟啊。走与不走，留与不留，全凭你自己做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微臣引咎自责呀。这秦质子之乱的起因，还在微臣身上。回到蓟城，微臣会自行向大王请罪的。我知道，当初国相本意也是为燕国打算。尽管议后宽宏大量，微臣仍皆悔无及呀。此事证明微臣才识有限，思前想后，恳请议后准许臣将相位举能让贤。国相高风亮节，但只怕没有合适人选。这关于国相的人选嘛，臣已有思量。苏子、苏秦文韬武略，运筹帷幄，该能胜任。若能这样，自然很好。待我回去与大王商量了之后，再做定夺。再有关于米夫人和公子季，米夫人母子在燕国受尽挫折困顿，我自当竭力安抚。只是眼下有天赐良机，以后万万不可错过呀。有何良机？以后是否记得当年燕国大乱，那秦赵两国曾借宋义后和大王归国为名，要了我们多少好处吗？记忆犹新。眼下秦国正面临楚魏之争。国相的意思是，假若我们能将公子季推上秦国王位，正是。列国征战多年，谋国为上，谋地为次，谋战为再次。能谋一国，比谋一战、谋一地更为有利。眼下这秦国公子在我们手中，我们可与那米夫人做个交易，效法秦赵当年之举，助公子季回秦登基。可我燕国国小势微，又有何力量做此交易？秦国楚魏之争已经内乱，只要我们能留下米夫人母子，就不愁没有机会。所以以后当尽力挽留米夫人。夫人，谁是你夫人？老夫心里有数啊。我若做着国相一天，你便是我夫人；我若不是国相，那可就难说了。你若是我夫君，就该替我出头。正因为我是你夫君，我才把你锁在这屋子里。幸亏廷尉右丞死了，继承西市暴乱的罪责都可以推到他一个人身上，而不追究你。我又没做什么，不怕你追究。别自以为是了。你昨日在老夫的书简上做了手脚，老夫心里明镜一般。幸亏老夫早有提防。原来是你，原来是你坏了我的好事！趁着我还是国相，好自为之吧。哼！黄公子，
黄公子，这几日鞍前马后，辛苦了。义渠君不远万里来到燕国，护送月儿母子，你才叫辛苦。哎，黄公子有所不知啊，我们义渠人从小就在马背上生活，无忧无虑，这点路途算什么？眼下有义后做主，月儿母子也再无后顾之忧，明日便可平安上路了。义渠君的人马也离开草原多日了，明日终于可以安然返乡，过你们无忧无虑的生活了。既然月公主她已经有义后做依靠，想必他们母子也就无需再离开燕国了。倒是黄公子你啊，明日一个人回楚国，有些寂寞吧？你们这是在聊什么？哦，我们是在猜，明日会过义后，你是走还是留？对，这还用得着猜？自然是走。我去喂马了。你该让他走了。他是个聪明人，该走的时候，他自己会走。傻子都能看出来，他对你有意。那又如何？他都肯把性命给你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动心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当年为了你，我曾想取他的性命。月儿，没有人告诉过你，这个世上有多少男人愿意为你而死，所以你才计较。当然计较，不止计较，而且不放心。对了，秦王允当死了。我已经听说了，所以我猜想，明日会过以后，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挽留你和继儿。所以我才一定要走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我不能让继儿和我成为别人算计的筹码，任凭宰割。玉儿说的对。大姐姐，好香啊！这是川飞龙肉，据说只有辽东才有，别处难得一见。飞龙是什么东西？飞龙是一种珍稀的鸟禽，肉质滑嫩，味鲜醇，用它烹制汤水清澈，味极鲜美。这炎炎夏日吃一碗热的汤水，虽大汗淋漓，却能解暑降温，以热制热。继儿说的没错，以热制热也是养生之道。今日的厨人是我从当地请过来的，据说这飞龙非得如此清汤烫熟，否则便会失味。果然难得。前番你跟继儿在燕国受了很多苦，都怪我没能及时相助。昨日若无你及时赶到，哪能保我和继儿平安？但令人意外的是，郭国相也突然对我们母子改变了想法。但无论怎样，我都要谢你。你不知晓国相为人，他向来多变，只有对燕国利益权衡恒久不变。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。这么说，这次国相变了，也与燕国利益有关？米夫人可知，秦王淫荡没了？昨日听说了。
堂堂一国之君，亲自举鼎，他以为自己是天生神力，无所不能吗？这老鸭汤的料都备好了吗？拿点白菜来，在那边呢。照您的吩咐，老鸭已经洗净，莲藕和红枣也备上了。把那老鸭、莲藕和红枣同时下锅，小火要炖2个时辰。哦，知道了。拜见大人，请问大人有何吩咐？忙去吧。是。快去吩咐人多抱点柴。是我这就去。把这盘子弄肉给前面端上去吧。啊，好的。哎，看看锅里的肉糜熬烂了吗？早烂了，可以熄火了。哦，我先把那酸梅汤给贵人们送过去。大人，站住！你这碗里所盛何物？给义后和贵人熬制的酸梅汤。酸梅汤？啊，大人。你是本地人？啊，奴婢是本地人。你的烹饪手艺肯定不坏呀。哦，奴婢家里头祖传秘制酸梅汤，这边的小城人人皆知。酸梅汤不过是用乌梅、山楂做原料，再加蜂蜜调味。哎，你的酸梅汤难道有何特殊之处啊？哦，奴婢的酸梅汤里啊，再加五味子、大枣、薄荷叶这些辅料，味道的确不一般。果然是秘制。想必这等手艺的报酬，价格不菲啊。官爷打趣，只是糊口罢了，哪里说得上不菲二字？你这话不真。你头上这只金簪子绝不是普通人家的物件，手工如此精致，看着像是宫里头的东西。那是奴婢婆婆给的，算不上稀罕玩意儿。官爷若无他事，奴婢暂且告退，前面还等着奴婢伺候。这盛夏之日，你这般辛苦，不如喝碗酸梅汤再走。这汤是给贵人们准备的，奴婢哪配？我说你配，你便配。大人，国相爷让你喝，你岂敢不喝？国相爷，喝吧。你说过，这秘制的酸梅汤味道不一般。你是在这儿喝呀，还是到大牢里喝？国相爷，国相爷饶命啊！国相爷，国相爷饶命！国相爷。继儿吃饱了吗？我的肚子都快撑破了，好久没有吃这么好吃的饭食了。大姐姐，我都出汗了，这就是所谓的以热制热，对吗？母亲，我可以出去吹吹风吗？去吧，别跑远了。知道了。继儿明慧有王者之相，梦莹有负于你们母子。你有你的难处，何况当年是我先对不住你。苏秦已将事情原委告知于我，其实我不该怪你。过去之事不必再提了。那你眼下作何打算？我想取道齐国，再回楚国。你为何不回秦国？你知道原因。就算芈姝记恨你，可她唯一的骨肉也已经没了。眼下楚魏未定，而你还有继儿，你就有更大的胜算。在后宫，我见过多少人为了那个王位赴汤蹈火，奋不顾身。我不想让继儿在争斗中被碾杀。继儿聪颖好学，仁义又有才华，只要你肯，必然有人愿意帮衬。什么人
能如此好心？比如，诸国当中不乏有识之国君。天下没有白吃的膳食，诸国帮我，只怕都是为了讨要好处。我若应下来，也是割肉补疮吧。可继儿是王室儿女，命里就是要争的。那就等他长大了，有了去争的心性和实力。暂时不回去也好。如今淫荡已死，秦国诸公子争位，情形只怕比当年燕国更糟。想来会后芈姝此时在意的，一定是如何保住母后的位子，不会再有心为难于你。你不如先在燕国安顿下来，我让大王赐你们母子一块封地，你可把楚国、秦国的亲人都接过来。继儿还小，你可在燕国安心抚养他长大成人，招揽谋臣死士，以待将来，如何？你一心想回楚国，不会是因为那黄公子吧？我已经辜负过他一次，绝不能再伤他的心。黄公子难得人才，若能留在燕国辅助大王，也定可大展宏图。谢大公主好意，我了解子歇为人，她绝不会留在异乡为他国驱使。我还是与他一同回楚国。我的话都出自肺腑，你再好好想想。我说过，走与不走，留与不留，全凭你自己做主。夫人，天气炎热，厨房给夫人送来了冰镇的酸梅汤，以解暑气。放在那儿吧。等等，前面议后那边有什么消息？议后，今日议后，不是安排酒水盛宴，宴请那些贵人吗？前头不归婢子照应，婢子不清楚。滚！快滚！这里都是些什么人？一问三不知。酸梅汤味道如何呀？这等穷乡僻壤之地，哪有什么好喝的酸梅汤？但对夫人来说，无论好坏，一口就够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可惜啊，糟蹋了那秘制的酸梅汤，汤勺上涂了鹤顶红，多么好的汤水！会变味道的。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竟敢毒害我！芈嫣，你胆大妄为！你用那鹤顶红，不仅要害芈月母子，还要取义后的性命。我要是不下手，燕国就要毁在你的手里。你怎么知道有人出卖了我？是你！我早该想，是你这个贱人！别怪罪他人。沉水入火，自寻死路，凭谁也拦不住。你是我夫君，为何不与我陆离同行？不错，是你的夫君。
但我更是燕国的国相，不能为了你与燕国为敌。夫人，夫大王，你看，叶启军，等一等。叶启军，此番多亏义渠军的人马相救护送，为其报答，怎么就不辞而别了？过2日你不也要走吗？来的时候没给你打招呼，走的时候也就不用了吧。子歇和我会铭记义渠军的这份情谊。我不要他记着，只要你记着就行。夫人，以后有用得着我们大王的地方就来找我们。多谢。谢什么？那说明你心里有我们大王。哎，夫人不要多心啊。咸阳城东市有个姓梁的皮毛商贾，他是我们的人，如果有事可以找他传话。义渠军走了以后，这驿馆里显得空落落的。可不是，这些日子与他们一路，整日闹哄哄的，可他们一走，又觉得太冷清了。明日我们启程，子歇去准备路上需要的东西了。从齐国到楚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赶紧收拾东西吧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夫人，刚才我去后院听驿馆的驿丞说，郭国相的夫人昨日突然死了。那个歹毒的女人天报应，早就该死。她死了？慧儿，你听真切了吗？慧儿听得真真的，说她是得了什么急症，郭国相好伤心呢，已经向大公主禀报，回去办理丧事了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那个女人蛇蝎心肠，把我们害得好惨。她是罪有应得，可你知道吗？她也姓芈，也是楚国人。她是母亲，同父异母的姐姐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夫人。夫人，雍大人来了。拜见夫人。雍大人，快请起。夫人，大王驾崩，臣奉命迎公子季归国，商议立新君之事。你是奉何人之命而来？臣乃奉嬴夫人之命。嬴夫人？是，还有朝中许多重臣，都期盼着公子季与夫人回国。秦王嬴荡虽然已经驾崩，可先王留下10多位公子，就无人可立吗？据传，王后未有了身孕，但因不知男女，秘书想推举胆小懦弱的公子壮为新君。朝堂上渐渐分歧，如今已乱成一团。诸公子为争位，无人甘拜下风。刚得到眼线急报，列国纷纷派出人马前往秦国边境，打算趁火打劫。我大秦眼看就要支离破碎。如此险象环生，无人主持朝政吗？坏就坏在主持朝政的秘书身上。我在路上听说，本来诸公子在朝堂之上也只是口舌之争，没想到秘书和甘茂定下毒计，以一只桃子作为诱饵，
挑逗蜀和公子辉与公子华争夺王位，于是宣誓殿演变成诸公子的练武场。公子辉血溅五步，当场毙命。本来诸公子齐聚咸阳，就危机重重。这种关头，只宜安抚，岂可挑起杀机，自招祸患？大秦之乱，就始于芈姝的私心。他只想弄个人在大王的位置上当摆设，由他来把持朝政。那公子华是公子当中实力最强的，为拉拢人心，他已在封地恢复旧制，旧族们对他拥戴得很，他岂肯任凭惠后摆布？眼下怎么样了？诸公子人人自危，一夜之间纷纷逃离咸阳，回到各自封地，拉拢朝臣，招兵买马，领郡县与各路王军对峙。而咸阳军中又分成雍公子壮和惠后派，即雍公子华和魏氏一派。更有甚者，怎么？巴蜀之地因蜀侯辉猝死，再起叛乱，而义渠那边所占的几十个城池也一起反了。这么说，秦国已经四分五裂，狼烟遍地。各国诸侯都认为秦国已经完了，他们不愿意再浪费自家的军力，所以将人马纷纷驻扎在函谷关外，坐山观虎斗，看着秦国自相残杀，盼着秦国实力自我耗尽，打算在最后一刻冲进去，瓜分秦国国土。黄公子，这些都是什么人？雍瑞雍大人来了。雍大人来了，他来做什么？既然魏仪有孕，父子相继，也算是正理。芈姝执意不肯，大约是怕魏仪之子被立为大王后，魏仪成为母后，而他只能成为祖母，大权旁落。武王后身后有魏夫人支持，公子华又手握重兵，更加上魏国的干涉，芈姝的担心有其道理。芈姝的身后有楚国的势力，而诸公子的身后亦或多或少有诸国势力的身影。秦国的江山就要被他们分食一空了。夫人，大秦朝不虑夕，全凭夫人和公子出手力挽狂澜。此话怎讲？雍大人，你不远万里来找我们，岂不知我和继儿的身后却是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。夫人或许不知，先王临终前曾有一道遗诏托付给嬴夫人，说若来日国中诸公子争位，当立公子继为王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难道猜疑雍瑞的话有伪？先王去世后，芈姝曾将我百般折磨，追问遗诏之事。看来这是真的了。夫人，先王既有遗诏，又主意于夫人与公子继，大杀将倾。夫人理应承担重任。雍大人诧异，秦国已经危如累卵，你等怎可把这擎天之任推卸到这妇孺之辈身上？这不是让他们文力负山吗？这实属万般无奈。雍大人，你可知道玉儿母子在燕国是九死一生啊？若是他们没有活到这个时候，那这道遗诏又让谁来接呢？若真是如此，那也是大秦的气数。自从秦王嬴荡继位，早已埋下了祸根。大秦的气数要尽了，不该再拿他们母子的性命去殉葬了。黄公子误会我等之意了。你等之意，只是计较秦国的得失，根本没有为他们母子真正做打算。公子对夫人情深意重，
可雍瑞也非暗世七星之人，怎么可能看着夫人白白去送死呢？好，既然你等在为他们做打算，那就说说你们的打算。月儿母子一无兵马，二无封地钱粮，就算是有这道遗诏，若是朝中无人奉诏，那也是无用啊。朝中臣子都是先王亲自选拔，对先王忠心耿耿，人心趋利。他们对先王忠诚，那是先王可以给予他们荣华富贵。而如今呢，众公子争相拉拢他们，若是手上没有一点足够的筹码和他们交换，谁会真心在意他们母子？楚离子，如今怎么样？楚离子东奔西走，四处调停，心力交瘁，如今已病倒在榻。这就是出离子一心一意追求的政局安稳，内乱不治，外患不平，却姑息武王和弄臣，排挤忠良，妄求平稳，如今也是自食其恶果了。我离开咸阳时，曾见过楚离子。他说什么？他知道我要来燕国，什么也没说，将通关符节给了我。恐怕这咸阳城上上下下，大秦的朝臣们，真心真意能为月儿和继儿着想的，只剩你、魏冉和司马将军了吧？魏冉是司马错将军的心腹，这些年他们东伐西讨，征战无数，在军中颇有些威望。我雍氏虽不是大权在握，但也是大秦的世勋之臣，与其他家族有些往来。这是杯水车薪呐。还有，魏冉当年曾和赵国国君父子一同护送义后入殓，私交甚好。芈夫人与义后也是情谊深重，也许到时候燕国和赵国秦人争位，不要指望借他国兵马相助，否则的话，纵得王位，却可能输了江山。雍大人，你能保证你带月儿母子回秦国是条活路吗？雍大人见谅，我已备好了马车，明日一早带月儿母子接到齐国回楚国。月儿母子身单力薄，难担柱石之计，委屈雍大人白跑一趟。微臣明臣启程反秦，雍瑞深知夫人非一般妇人之见识，苟利国家，不求富贵，还望芈夫人救国救民于水火，携公子季与微臣一同反秦。我伺候夫人洗漱歇息吧，明日还要早早上路呢。是啊，我们该走哪条路？夫人心里没有主意吗？往东南是回楚国，往西是回秦国。夫人就只能走一条路。若是让你选，你会选哪条？香儿选东南，回楚国。香儿离家多年，想回家了。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夫人不也曾梦回楚国吗？如今又有了黄公子，我们跟着他，可以在楚国安身立命，顺顺当当的抚养公子长大成人。你也这么想？黄公子与夫人情投意合，我们看着心里高兴。继儿睡下了吗？早就睡下了。公子今日在仿写七国不同的文字，看他把这案几弄得乱乱的。你先放那儿吧，我还想再坐一会儿，一会儿我来收拾。你也累了一日了，快去歇息吧。夫人也早些歇息。去。
光这个“马”字，七国就各有不同的写法。想要征服列国，争土地容易，征服人心，却因为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种种障碍难。只要统一了疆土，再想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也不过是岁月光阴的事情。习俗一致了，人心自然顺服。这是寡人的志向。芈月，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抱负？但假如有一日，大秦需要你的扶持，你万万不可以再推辞。大王，女儿羞愧，女儿有负你的期望重托了。继儿，我们要上路了，你怕不怕？母亲不怕，继儿就不怕。可万一母亲选错了路，你会不会怪母亲？不会，母亲选的路就是继儿选的路，母亲去哪，继儿就去哪。
母亲，你别哭了。母亲不能不哭。母亲又一次辜负了王公子，上次因为你负我，这次因为秦国。母亲欠他的情太多了，我一生的眼泪都还不完。子歇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母后，怎么样？见到魏国使臣了吗？魏国使臣说，只要秦国答应将上郡15县还给魏国，魏王就可以放弃对王后和公子华的辅助。上郡15县，太过分了！不行，他们这是落井下石、乘人之危。不过，若是魏国真能倒向我们这边，倒也可作为暂且之计。那使臣说了，魏王就算放弃王后和公子华，也不会站出来推举我为秦王。他要扶植在大梁做人质的公子瑶。魏王为何选中公子瑶？他生母低微，本人也不甚出色，才被先王送去做人质。说不通，根本就说不通。那使臣说，魏王要的就是这样的秦王，不甚出色，却很听话。那公子瑶在魏国多年，对魏王言听计从。魏王叫他去东，他绝不会去西。就什么？就跟我一样。你简直就是个废物！滚！母后，还不快滚！给我滚下去！母后，公子还不快快退下，再气着会后。哦，干相，公子庄。会后，干相免礼。怎么样？找到处离子了吗？他不在府上，据说出城去了。哼，这些日子每让他进宫，他就称病，已经许久不出门了，怎么突然病又好了？据微臣所知，王叔养病，并未闭门谢客。他府上各路朝臣人来人往，热闹得很。前些日子还亲自送雍瑞出城，前往燕国。他们这是想干什么？微臣猜测，他们是想把芈月母子接回秦国。大胆！质子无照回母国是大罪。会后，武王已没，此刻秦国已无王无君啊！想想雍瑞与嬴夫人的关系，他亲自出马，必定和那遗诏之事有关。都到哪里去了？眼下会后秘书占着咸阳城的王宫，魏仪和魏夫人带着一批公子华的人马，占了咸阳城外的富阳宫。各路兵马日日杀进杀出，如今城中的住户都逃到城外去了。我这一路走来，各郡县封地都在各自为政，封路割据。村村镇镇，人心惶惶，天地荒芜，集市凋敝，满目疮痍。
心痛啊！这一切都是老夫的罪过。楚离子能幡然悔悟，总算不晚呐。永瑞和米夫人已经离开燕国多日，如今到哪儿了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赵国和燕国原先答应好护送米夫人他们入函谷关的，但是米夫人知道没有白得的好处啊，所以婉言谢绝了。这太危险了！听说会后已经派出多路王军，在通往咸阳的各条路上严加盘查过往车辆和人员。芈月母子要回来的消息，大概让他们也知道了，所以我也让魏冉将军带人前去迎候。眼下大秦的确也只能指望他们母子了。姑母，华哥哥来信了，说是这2日情形不大对头，朝廷派了不少王军在各条道路口设了关卡，好像在抓捕什么人。不是针对我华儿或其他公子的吗？不像是。那是在抓谁呀？听说芈月带着公子季回来了。芈月回来了？据说是朝廷的一些老臣派人把她迎请回来的。这个时候迎请她回来，那一定与那道遗诏有关。姑母说的是，自先惠文王去世之后，宫里出现了不少古怪事情。先是穆坚莫名其妙的死了，后是那会后又派人将成明殿掘地3尺。据当事人说，起因都是那道遗诏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应该让那当事人这些日子把眼睛瞪大些。说起那当事人，姑母在他身上花费了不少，他靠得住吗？出卖主子的奴才全都靠不住。我们要的是他做我们的耳目，而不是他的忠心。姑母在想，芈月回来了，没准儿他能给咱们帮上大忙。当年芈月对我华儿颇有好感，还在大王那儿力荐华儿为太子。眼下我们与交房殿之间的实力在伯仲之间，既然这芈月和芈姝已成为死敌，若能与咱们联手，胜算岂不大了许多？我带着你打一阵，走！
理了。是。哥，雍大人，我姐姐呢？在马车上。小冉，姐姐，继儿，舅舅，舅舅，这一路，我的心一直悬着，见到了你，这心才落了地。听说姐姐和继儿一直遭到米叔人马的追杀，你们能安然无恙，总算是大幸。幸亏雍大人一路照应，他已经受伤，能护送我们到这儿，实属不易。多谢雍大人，此地不宜久留。照约定，我自和陪米夫人去北郊行宫，你我分头行事。雍大人放心，司马将军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继儿跟着我走，姐姐就拜托雍大人了，就此别过。继儿，走。会后，会后。怎么样？没抓住。你的人都是废物，就那么几个人也抓不住，跑哪去了？芈月和雍瑞的人马没进咸阳城，他们冲北郊行宫的方向去了。行宫不是有王军把守吗？会后，雍瑞是朝中老臣，王军里一定有他的人。都监，冯甲，即刻带人跟我去北郊行宫。是。夫人，英夫人，芈夫人，雍大人，恕我腰疾未愈，不能起身相迎。夫人无需多礼。夫人，你受伤了？啊，一点剑伤，不碍事。夫人脸色很不好看。大人走后，夫人担心大人和米八子的安危，日夜难眠，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夜。王军包围了行宫，会后3天2头派人前来搜宫。太医院忌讳会后，不敢派人来诊治。夫人的腰疾一日比一日更重，如今连走路都困难。行了，你别啰嗦了，快拿金枪药给大人疗伤。是，不碍事的。大人请随我来。去吧，一时3刻，我闭不了眼的。快去吧，那我先去了。芈夫人，来，过来。时光荏苒，我们又相见了。夫人吃苦了，别这么说。我这条命能撑着挨到今日，就是为了你。不用问，我也知道，你这1年来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的煎熬。换做别人，早就心灰意冷。你肯来，有胆量来，这说明先王总算是没有看错人呐。迎夫人谬赞，芈月不知是否担得起这份责任。先王留下了遗诏，传位于公子季。当日只是以备不时之需，若不是因为淫荡愚蠢自毙，芈叔勾结权臣，弄权误国，害得大秦4分5裂，这道遗诏恐怕永远都不会面世。我说到这些，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委屈啊？天命不可违，芈月无怨言，只是要将秦国社稷江山担在肩上，芈月战战兢兢，无比惶恐。无论什么样的周折，该是天意。会后绞尽脑汁猜测，那先王的遗诏会藏在哪里？其实啊，这先王的遗诏就藏在我的身上，它可比性命都要宝贵。你要保护好它。芈月明白。撤！将军，
看见了。冲进去！夫人，他们在砸宫门了。夫人，我们赶紧走，我们快走。不，我不走，你快带芈月走。殷夫人，我已经完成了先王的嘱托，而你却任重道远。别让我这老夫给你们半手半脚的。殷夫人何出此言？我能活到今日是命数。在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当中，除了初离子这个幼弟，全部先我而去，有他们在那边，即便是今日就走了，我也不会觉得孤寂。我虽为女子，为了秦国的江山社稷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无愧于列祖列宗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夫人，你们护送芈夫人、雍大人即刻出宫，不得耽搁。是，我留在这里，多少能够拖住他们一阵。殷夫人，记住，公子姬登基之日，别忘了给我焚炉香，报个信啊！以往就此别过，有一日到了那边，再笑谈长夜。此时秦国危在旦夕，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。芈夫人，快走吧，快点带他们2个人走，快走！芈夫人，我们走吧。殷夫人，快走！夫人，快走啊！夫人，我们走吧，走吧。殷夫人，芈夫人，快这边走，快走！芈夫人，这边请，这边是门，向郊外。嬴夫人，芈叔，1年未见，你令人刮目相看。我一直不愿相信，一个荒郊行宫的弃妇会隐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，没想到事与愿违。我与先王乃是亲姐弟，我知道先王一生中的全部秘密。你所说的秘密，只不过是我与他之间的又一个默契而已。先王临终之前交代我一些事情，如今我已经把他办妥，可以随他而去了。你这是谋反叛逆！谁在叛逆？谁在谋反？你该最清楚。我是惠后，你应当臣服于我。哼！你笑话！大胆！惠后息怒，眼下还是追查芈月的下落更为重要。我告诉你，诏书是有的。先王临终之前把诏书交给我，就是为了有一日惩办你这个大秦的千古罪人。你以为这样可以为难我？我也不妨告诉你，我进来之前已经让王军把北郊行宫围得如铁桶一般，芈月就算是插翅，也飞不出这里。来人，臣在。给我搜！是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嘛？你们要干什么？都给我找仔细了！是。每个角落都不许放过！是。这是嬴夫人的东西，你们不许乱动。这是干嘛呀？让开！
禀告会后，整个北郊行宫都已搜过，没有芈月的踪迹。公子季呢？还有芈月的随从和那个雍瑞呢？好好看看这面镜子，看看你如今的样子，多可怜！你被夫君赶回母国，守寡30多年，眼下为了一道遗诏，竟然愿意豁出命去。其实你此刻就是死了，也就是个孤魂野鬼，无人祭奠，还不如识相一些。把遗诏交出来，我定会酬功报德，好好奉养你，让你舒舒服服的颐养天年。别费心了，什么你都得不到。如此冥顽不化，芈月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也算出身尊贵，却以为天下人都跟你一样锱铢必较。我告诉你，我想要的东西，我早就都得到了。好，不说也罢。杜将军，微臣在。芈月等人定是藏在这行宫当中。给我听好了。北郊行宫因宫人举火不慎而失火，给我烧！一定要把这个芈月给我烧出来！是。火把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！老实点都给我！放我们出去！进去，进去，老实点！别动，别动啊！别动！你们放肆！能放开！进去！都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！你若再敢反抗，如此下场！来人，给我把这烧了！把门锁上！自讨苦吃啊！林夫人，快，
雍大人，行宫着火了。那殷夫人她，殷夫人她随心所愿了。快走吧。这个时辰，公子季和魏冉应当已经平安抵达他们的驻地了。希望能遮人耳目。那地方荒僻，魏冉一直在那里屯兵操练，都是自己人。那就好。只要芈月能从嬴夫人那拿到遗诏，我等就可以召集老臣商议继位之事。大人，北郊方向忽然起了大火，半边天都映红了。北郊？会不会是北郊行宫啊？坏了，芈月到那里去与嬴夫人会面，难道出了差池？快，派人前去查看出了何事。是。你看，那边那条小路，一直走下去，就可以跟司马错将军的人马碰面了。好。什么人在那边？李夫人，你们是何人？好，将军不要误会，我等是来接应你的。你等奉何人之命前来接应？是左相出离子。谁呢？李夫人！怎么还没醒啊？谁知道啊？也该醒了。妹妹，妹妹，你醒了！哎呀，真是老天有眼呐！姐姐都快担心死了。糜夫人昏睡不醒，姑母都守了夫人大半夜了。妹妹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？啊，这是咸阳城外的富阳宫，妹妹放心，在姐姐这儿保你平安无事。彩萍怪，扶夫人起来。是。我怎么会在你们这儿？昨夜，北郊行宫着火了，派人去急救，正好赶上你的人马和会后的人马打成一团。会后的人马？是啊，他们冒充出离子的手下，让你们猝不及防。我的人发现你被抓了，就把你给抢回来了。雍大人他们呢？雍大人？哦，雍大人他们在混战当中和我的人失散了。那可有人去打听雍大人的下落？去了，只要有了雍大人的下落，立即告诉夫人。啊，当初跟妹妹分开后，心里时常惦记。听说是因为会后的威胁，妹妹在燕国也是受到了燕国国相的百般为难。可恨的是这山高水远，不能相救，真是令人伤感呐。多谢魏夫人挂念，我在燕国一切都好。不光是我，怡儿对你也是深有担忧呢。要不是因为那会后从中阻拦，怡儿一直都想劝说武王把你们母子接回来呢。是啊，姑母说的都是实情。
武王后虽有身孕，但容光照人。想来这腹中胎儿，倒是没有拖累你。武王并天，百草凋零，魏王人苦撑大局，时时左支右助。若不是因为这腹中的孩子，我早随夫君去了。唉，我怡儿可怜呐。好在怡儿她识大体，知道这大秦的朝政全靠她一人支撑了。武王后和魏夫人出手搭救芈月，一意行事，芈月敏感无内。那是，我们如今是在一条船上了，万事休戚与共。听武王后的意思，是有事要与我商议。是啊，眼前的大事，姐姐以为眼前的大事就是芈夫人把身体调养好，国事家事来日方长。彩萍，尽心尽力伺候好夫人。是。别愁眉苦脸的了，喝点水。姑母，我就不明白，这芈月已经在我们手里，开诚布公有何不好？怡儿不要着急，凡事欲速则不达。那芈月是何等聪明人呢？你若见面3句不到就跟他提起遗诏的事情，他一定会起疑心的。既然他眼下已经在我们这儿了，咱们就一定能拿到遗诏。反正他也逃不出这富阳宫。姑母是怎么知道芈月在北郊行宫的？透露这消息的人是芈姝的心腹，他说的话早早可据。我们煞费苦心，就是为了得到遗诏。有了遗诏，我们就可以借此收服人心，号令天下。芈姝那边再猖獗，也拿我们无可奈何。是啊，我华儿如今是诸公子当中实力最大的，又有舅族的支持，再加上这遗诏，无人能与我们抗衡。只不过，要想让这芈月心甘情愿地奉上这遗诏，恐怕还得花点功夫。他有遗诏，急切需要有人扶助他孩儿登基。我是王后，华哥哥有兵马，他不靠我们，又能靠谁？所以啊，怡儿不要心急，稍安勿躁。我们要让那芈月知道，从我们身上得到的好处，远远大于我们从他身上得到的好处。芈夫人半途被人掳走，雍瑞有负众望，深感愧疚。这不能怪你。为了先王的遗诏，英夫人已经舍身殉义，你也出生入死，负了伤。那些人权谋百变，我们是防不胜防啊！雍大人可否看出那半路杀出的兵马是何来历？还不清楚，但肯定不是会后的王军，倒像是公子华的人马，也有可能是其他公子的。我发现芈夫人被人掳走，带人厮杀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眼睁睁看他们逃走。他们定是冲着遗诏而来。眼下诸公子各自占山为王，心怀鬼胎，胜负难定。谁拿到先王遗诏，掌握了芈夫人母子，便有了得到朝廷内外拥戴的筹码。既然这些人都投鼠忌器，芈夫人应该暂无性命之忧。我等要先打听芈夫人下落，再找对策。也只好这样了。